唔講唔知，下雨的味道。喺落雨嘅時候，我哋總係會聞到一種特別嘅味道㗎。呢一啲就係雨嘅味道啦。咁究竟呢一種味係點樣形成嘅呢？當雨水降落嘅時候，佢會帶起地面一啲小顆粒同埋靜脈散發嘅氣味。呢一啲成分會令到我哋覺得非常之清新。另外，當雨水滴落嘅時候，佢仲會分解空氣中一啲化學物質，釋放出一種叫做土壤之中化學物質嘅味道。呢一啲氣味會令人聯想起泥土同埋大自然，令人感到放鬆。喺落雨天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多啲深呼吸，感受一下呢一種自然嘅清新，係一種好美好嘅感覺嚟㗎。不妨試下。想聽更多故事，可以致電27778899撳2字，或者喺 YouTube 搜尋小樹窿電台 Podcast 頻道重溫。拜拜。